第10回今日举行，总统赖清德发文表示，向维权者落难，只是用主权和民主争做代价，无可能换到自由更加袂和平。第2市交通局公职处前处长姓苏了下时奉免职，落要考调公职这监察院弹劾了后，停开法院4月裁定停止职务。白沙屯马祖往北港进香4月10日出发，昨暗江天宫放头旗，今年有46万人参与，也若代替高铁要增加车帮，帮助疏运旅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第10回在今日举行，总统赖清德就发文表示，向这维权者落难呢，只是用主权和民主争做代价，无可能换到自由更加袂和平。这民进党立委就批评讲呢，若是这第2文配合反对台独促进统一，就是对这国际社会放出一种错误信息。陆委会也发表声明，强调第2文所讲的九二共识是咧帮助中共消灭中华民国。这和平的讲法，实际上就是要甲你统一。第10回内容违背台湾的主流民意。第10回定场大讲九二共识反台独，暗过总统赖清德到台南强庙拜拜，也直接讲对中国市场有机台时代已经过去，面对中国威胁，无用分外来武力改变台海和平。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含民主阵营，包括美国啊、日本啊，包括欧洲啦、欧洲啦，大家拢徛做伙。台海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甲繁荣的必要元素。无用稳任何外来力量，用武力或者是用威胁的手段改变台海民族。陆委会一直向第2文发声，爱当面向习近平准确传达两岸互不抵触。中华民国未来由台湾人民透过民主方式决定，中国马上停止用旗舰交代3点台湾主流名义，针对第10回内容甲两岸关系定义，陆委会也作出回应。郑主席坚持9·2共识，其实是在帮助中共意图消灭中华民国的背书，是将并吞毒药当成和平解药。郑主席所说的和平框架，实质上就是统一框架，用和平包装统一。所谓两岸和平的制度化，实质上就是习近平所提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过第2文和平之路去中国访问，中共找到议员伫黄海是大射击。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认为，若无法度坚持台湾主权这种见面，恐吓伤害台湾。今天有7艘共机军机老台，有7艘共建老台，所以是不是请曾立勇跟他讲，请他们的这一些军舰军机不要再来吵了？我想越紧张越需要沟通交流。议会批评，若第2文配合反独促统，会带予国际社会错误信息。若会是认为应针对第10回内容评论，暗过无希望政治猜测。如果如同习近平的如意算盘，郑丽文来配合了这种假和平真投降的支持反独促统的习近平路线，那么就带给国际社会非常错误的讯息。不管是政协会也好，川协会也好，这个内容上来讲，当然都可以可受公平。我看双方都还是锁定在和平这个框架内这个整个会谈的一个成果，那后续就要接受我们台湾主流民意的检验。第10回握手14秒，回过10年的时间，第2文提出的和平框架引起国际关注，后续会继续滚加。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今日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第10回，安排场地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是这国共两党的领导人20年再见面。双方谈话拢强调和平，强调9二共识，反对台独。陈立文也提出5点的主张，包含希望讲这国民党2028年若准下党来执政，就要推动两岸和平，在咧政治互信之下，增加台湾的国际空间，而且佫讲要邀请习近平来访问台湾。过10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是搁一摆会面。第2文穿规苏纳色的套装，伫香港遐挂国民党的党徽，和习近平握手做伙翕相14秒。这摆中国安排的场地是用来接台元首和外宾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嘛和两党前交一天举行的马习日会共场地。很快一下就10年，
上次谁在的脸？是的。双方是以5对5的方式在长岛对谈。国民党是包括郑丽文、3个副主席和智库的副董事长李鸿源。习近平两边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蔡奇，国台办主任宋德和法改委主任第3届。两党领导人今天见面，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共同家园的和平安宁。我们愿在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从包括中国共产、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两岸和平的制度化，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该进一步的筹划与建构具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与合作机制。第12个人在开场讲话内面拢强调和平，而且重新9字共识，反对台独。不过，郑丽文讲过拢还未讲煞，媒体就互请出去，所以来进行关门会谈和中导演。在中外记者会顶悬，访问到讲敢和习近平讲到和平统一。郑丽文讲习近平放出真大的善意，但是两个人拢真务实，希望等国民党回去执政，建立两岸和平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的处长张应东，2020年到2024年任职期间，涉嫌性骚扰6名查甫下司。台中市政府伫咧24年的时阵，甲记2大高编制，而且袂当领退抚金，也依照违反性平法，甲罚30万。想袂到伫咧2025年的时阵，伊搁再考入去交通部的高工局。监察院今年除了甲伊单核，听解法院伫4月也裁定停止职务。不过法界认为讲现有的公务人员任用方式，也是有修法的空间。前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长张应东勘察第一任职期間對一家人性騷擾，時間為2020年到2024年期間，支付第2024年將伊記2大高編制退休金也免領，另外伊違反性平法，罰30萬，不過伊馬上報考高考，及格了6次個電回公務體系，佮銜接指定年資，聽解法院合議庭審理了後裁定愛停止職務。可見他的情節重大。已經行政機關認定他不適任公務員，儘管背負懲戒人又考上公務員，但他的不適任性難以在短期內改變。如果繼續執行職務，將影響公務秩序。張應東在2025年參加高考及格了後，同年10月被發到高工局交通管理組做工程員。高工局表示，伊在報道時陣就已經知影正任職務牽涉的案件，因為伊是經過國家考試，獨處分發到因單位的正式人員，依照規定免負責報道。他在台中市政府被停职，但是停职并没有剥夺在考公职的权利嘛，那等那个惩戒法案判决出来，所以他还是依规定去报考，然后填志愿录取到我们这边来。高工局表示，听解法院的判决出来了后，已經依法停職，也已經離職。不過，律師認為公務人員的職務有高度的公共性、公權力行使，加對人民基本權利影響，在任用標準不應該干那限制在專業能力。我們公務員用人，重要是一個賢人，除了他的能力以外，更重要是他的品性。如果品性不端的情況之下，他可以立即恢復公務員身份，對整個國家、對整個法治社會是不公平的。律師表示，目前制度無法度排除明顯無適任的人，反倒等提供因合法回歸公權力體系方式的時陣，就出現任用制度的空隙，應該修法，才能重新建立大家對公務體系信任。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這新北市私立的新麗德幼稚園，防指控講對囡仔有不當管教情形，著家長出面來指控，發現囡仔對幼稚園轉來規身軀傷。調監視器來看到這幼稚園的園長會甲囡仔揪伊的衫褲，專案已經進入司法調查階段。這新北市教育局也查到這間幼稚園有其他違規，先甲伊罰12萬。
吃中昼时间，幼儿园囡仔在食饭，雄雄几啊个围伫园长的围边，原来因发生冤家。毋过这时阵，园长雄雄一手掠其中一个囡仔，甩去幼的衫，佮挡伊的面，佮想要佮脱裤，惊甲囡仔是一直亮。其他老师发现，马上来阻止。我当下看到监视器的时候，我完全是紧张到发抖。我没有说像爸爸情绪这么高涨，或者是哭，我都没有。只是我这2天回去陪孩子的时候，他都是黏着我。我只要去上班，他都会说：“妈妈，你不要去上班。”996日，后囡仔身躯出现伤痕，加上有明显无想要去读册状况，家长发现毋是说要求调监视器，佮指控幼儿园不当管教。代志发生伫4月7日中昼，囡仔吐喙齿的时阵，因为酸水破淡当内裤，园长讲是想要为2人换裤，才动手脱衫裤。他一直请求原谅而已，但是我只有跟他讲一句话：今天你的儿子或女儿被人家欺负成这样，有可能跟你和解吗？这是新北市的新立地幼儿园，比这园的园长负责大班、中班的教学，实际敲电话给幼儿园表示，圣诞的园长已经离开，明日要上课，也已经甲家长会室内，教局已经介入处理，会遵照处理。经查，该幼儿园长确有不当对待幼生行为，此案情节重大，教育局一定依法从严就责，最重终身不得任职幼儿园。目前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圣诞园长依照涉犯伤害罪、甲违反儿童甲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目前教育也查到有优秀训练教学，师生比无符合规定才违规的状况，罚12班各照规定公告名字，继续追踪案件，加强督导管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酒检法已经变作是国安危机啊！内政部公布台湾人口数是2327万多人，平去年同期减少104000人，连续27个月是负成长。不过3月出世婴儿有8000多人，平指月增加2000多个，无继续落。不过医界认为讲这数字只是暂时的尔，少年人晚结婚影响到生育率，如果今年出世的可能无90万人。42岁邱小姐结婚7年，翁仔某2个人拢想要生囡仔，可是一直无顺利有生。加上进前一摆盆骹骨发炎，造成生管塌掉咧，拢无都有生。所以讲，即阵才接受气功英里的疗程，希望会使赶紧来做妈妈。我觉得还是可以生点小孩，然后以后其实老了之后有个小孩在身边，我觉得还不错。想要生囡仔人有较侪咯。内政部公布今年3月新生儿出生数是8798人，比例结婚增加2275人，将无落去较正悬啦。就关级别来看，初出生率上悬是澎湖县，佮再来是台东县，也是本岛出生率上悬的县市。怀孕前都有做健康检查的补助，那新生儿疫苗的筛检，还有3合1疫苗的补助，这些都有做相对应的支持。生育有补助，托婴也有补助，会减少我们的压力。不过，医界无这乐观，今年3月新生儿的人数其实比去年同期减少590人。虽然卫福部推出未生前7公英里补助3.0方案，对45岁以下未生前的翁仔某提供上悬15万块的补助。不过，根据台湾生殖医学会统计推估，2005年每一间生殖中心的平均治疗周期数比前一年下降大约是3成。有估今年新生儿的总人数恐惊会伫10万以下，会更较少。不婚不生，快乐一生这样的观念在社会是充斥的，反而生小孩的人常常被人家讲说你怎么那么笨要生，很可能会跌破10万。我们认为90%以上会跌破10万。人工生殖法怎么样子让这一些单身的女性，或者所谓的女与女同婚这一块，能够利用我们台湾这么进步的试管婴儿的治疗的过程，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也有小孩子，这也是一个方案。因为到3月底，台湾人口数是2327万568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0万4000多人，连续27个月负成长。医界建议政府应该对制度面来改革，除了提供补助，嘛有减税优惠，降低工作上有新的技师者相关的配套治法，让少年人想要生养囡仔，避免囡仔愈生愈少，变做国安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根据统计数据，讲这台中市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头一年薪水中位数只有413240块，是6都内面上介低。有民众认为讲，这个结果是无意外，真侪人拢走到他乡外里食头路啊。那台中市政府是认为讲，这含这产业结构有牵连，已经积极辅导开发薪水较悬的课，也举办人才活动。
对，都是妈妈手工做。你仔细看，它其实都是会有车缝的痕迹。亲切对人客介绍产品，拄出社会为小姐，伫这间文创小店工作。这个只有3平的文创小店是头一个全职的头路。不过，伊其他的朋友考虑到薪水甲工作机会，因讲拢无留伫台中工作，伊拢去北部来发展。确实会往北部去发展，就是找第一份工作这样。因为当然起薪就是比总部还要来得高，然后就业机会比这里多，这样选择比较多啦。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台中市大专院校毕业生头一年薪水中位数，对2020年起拢伫6大都市是上尾，其中2020年只有413240块，是上少的。外界感觉对拄出社会工作人来讲伤少啊，可能甲规个大环境有关系。因为现在可能大环境不好，整体的就是消费能力，我觉得就是普遍在下降。北部人他听到这个薪水，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么低，怎么会有办法接受啊？我那时候是22000，就是就想说会是以底薪开始做，没关系这样。那对。台中市府研判，薪水低问题甲产业结构有关系，服务业起薪较低，工具机的产业过去几年是受到国际经济影响，薪水增加无济。也深入产业来积极开发高薪的一个职缺，那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具有发展前景，然后跟比较高薪资的职缺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征才活动。劳工局强调，会主动了解产业需求，辅导开发高薪水的工作会，也会锁定这个高福利台北企业举办人才找人的活动。对2025年9月起也增加青年就业奖励金，相关总计升了到43000块，稳定青年的就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天气是愈来愈热，这新北市的交通局伫咧2个路口要试办自动化人行道热日线的服务，会根据着这日头风甲有透来自动判断，敢要甲这雨线停开热日。不过风台若准来到位，敢记载会调，可能爱试验过，才会考虑讲敢要来扩大试办。我棒球车头这大路口是新北市交通转运中心，后置是用行人保护市场设计，等的时间较长，所以被选定做自动化人行道加日线试办地点。准备停等过马路，但是太阳大到让人睁不开眼睛。新北市政府示范遮阳伞，可以依据风速还有阳光的强度来自动的开合。设备为韩国引进，气温升悬日头大会自动点开，暗时拄着强风就会自动收起来。车的入口还蛮适合的啦，因为需要这样的地方。我有感觉它可以收了，因为它这个有支架，可以收，应该是很不错的设计啊。点开直径差不多5公尺，用太阳能用电，暗时使用 LED 照明，提悬过路人安全。设备是为韩国来，不过2个所在天气状况无同，为影响咱可能的地动甲强风，基准是原设计2倍粗，所以也要观察是不是挡会过风台，佮评估扩大设置的可能。台风来的时候，它会自动收合啦。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台风期间，它整个对台风的一个耐用的一个程度，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引进试办的时候观察的一个重点。高雄市过去也试办过将大型加一帮设伫车道，不过经过这的面积无够，赛照日被弄害去甲风灾了后已经拆掉。市府表示，热日线这设备要考虑赛车视野、设置空间等，目前部分相关的人行道设热日所在。根据国外的这些做法来去做一些示范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更多的专业的去投入能够让台湾的在地化的这些交通工程的一些设备设施能够去落地。交通学者分析，韩国目前除了热日设备，也有自动热水降温这系统，若要对咧做，也是要加考虑打造适合在地智慧设施。记者综合报道。白沙屯妈祖往北港进香，昨暗庙方已经放头旗啊，代表要去进香咯。这参与进香的香灯卡出发前3天拢爱食早斋，那准有请进香旗的人前3天拢爱过军哦。今年呢有46万人报名，代替高铁也拢加开车帮。那讲到这婚姻土库呢，这在地乡亲已经在咧准备，要迎接妈祖到位。信众虽然夜香虔诚拜拜，找到暗时11点外，庙方甲路主将2公尺悬4角形的头旗请出来，挂伫庙口的龙条顶悬。
旗仔顶面有绣襄阳甲天上圣母的字样，囥头旗嘛选过今年的宗教大师。苗栗通宵白沙屯宫天宫妈祖请落南，用行的挂香的活动正式起鼓。今年总共有463588个香灯卡报名，比去年增加将近13万人，搁再一摆创下新的纪录。我们没有走全程啊，就是送妈祖出去中就走多久就多久啊。回程呢会再来接妈祖，希望这个今年这活动大家互相来帮忙，互相扶持会当互这活动会当圆满这个传统继续传授。白沙屯妈祖用行的南下分林北港朝天宫挂香，来回大约400公里，逐天拢吸引真侪信众。对这个拿水红啊跑车的妈祖乱桥走，今年预计12半暝定桥起驾，16到分林北港，17透早进火，20回宫安坐。因为甲大家顶南宫妈祖迎进部分日期会顶塔，有机会出现双马会。若分林土库店永年拢是挂香活动一定会经过的所在。公所今年整合社区店家设立13个服务站，提供香灯卡、休困甲洗身躯，提供一些完善的这个卫浴设备，还有接驳车，还有一些医护团队来妥善照顾我们这些香灯脚。交通部表示，8港7暝的挂香行程，代替会加开160班区间快车，各天嘛会增加10班列车，来增加载运量，全力配合宗教活动带来的疏运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气象署讲，今仔日各地头拢好天，后礼拜2锋面接近，北部、东北部会开始落地渐雨，天气会变较凉快。若讲到这妈祖当要去进香啊，气象署要特别安排行动气象站专程参与这白沙屯妈祖进香，而且佫有设置进香专区的网页，提供沿路上最新的气象资讯。白沙屯妈祖这个礼拜就要起驾咯，今年有46万人报名进香。气象署嘛头一摆派人派行动气象仪沿路对咧行，民众伫现场当扫 QR code 就当看到白沙屯妈祖进香专区的网页，上即时的进香气象资讯。是气象署真的是首创，我们有一台行动的气象仪。那这个行动气象仪呢，它可以随着我们在跟着进香的那个信众在走的过程中，去测量当时的温度。那个随走的途中，我们会有个 QR code 提供，让民众可以扫描。民众扫描这个 QR code 之后，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气象资讯。天气方面，气象署讲，拜五各地头好天烧落，高温伫29度到34度迄卡斗，好天会持续到后礼拜2锋面接近，时到北部会落雨，若后礼拜3锋面通过北部东半部拢会落准雨，气温会变较凉。下周1以前的话，基本上都是以比较天气是比较偏闷热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雨的话也都是算是相当的零星。那下周2跟下周3的时候，因为有一道微弱锋面逐渐接近并且通过的一个状况之下，在北高东地区都是会有一些转雨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原本伫关岛东南边的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讲已经结束风台升落去，目前煞往西北边震动，预测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吴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第10回伫今仔举行，顶一回呢，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见面已经是10年前啊。虽然这届是同款讲9二共识，不过有学者认为讲已经走精去啊。也这期第2份的和平诉求，若准北京无甲回应，就变作是空嘴报纸。也学者认为讲呢，这届第10回敢真正对两岸和平有贡献的，拢有可能变作是国民党未来论述重点。国民党主席陈立文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车走伫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会面，就连习近平也讲，过10年了后，两党领导人搁再会面，甲过去国共高层会面无共款。学者分析，这摆第10回应规则为9例，反对态度也搁有排比3大重点。排除美国的角色啊，那这一点可能是比较特殊的制度性的两岸和平的机制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点是莲湖。这个20多年前的这个5个愿景当中有一项啊，这个是提到了。那后来呢，胡锦涛呢，在2009年告台湾同胞书里头也提到了。那这个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两岸和平协议。
2005年，国民党和平之路联合会当时的党主席连战正做头一位到电话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兄弟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了后，2015年的主席会选伫太阳会了后，2016年大选进前，党主席朱立伦提出希望台湾应加入亚投行这国际经济组织。搁再讲到9二共识，两方共属一中，不过因为无明确讲一中各自表达，伫国内引起讨论。到今年伫新加坡马协会，更加是两方分伫66年来领导人头一摆面谈，除了互相称呼先生，相关焦点是伫9二共识。2016年红十会，党主席洪秀柱推出国民党的和平政纲，反对态度侵犯两方民间交流。这摆虽然是设伫9二共识，不过学者分析，已经不是完全完美了。你去看110年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纲领。同样的，它也是9·2共识一中各表。但是从去年11月1号郑英文主席上任以后，他正式的把国民党对于9·2共识的解释，把它做的非常大的改变，变成各表一中，或者说同属一中。郑英文真的对于和平有所贡献，你应该是要说服北京可以讲出他承诺不会用武力来解决台海问题，承诺不会再继续来军机军舰胁迫威胁台湾。但说明这期第2轮的和平诉求，若是无得到北京的回应，恐惊敢会使讲互共产的选民了解。因若唐小成是认为讲，对着国内年底选情，电视会按照对两岸和平产生贡献，会成做未来国民党要讲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东战争造成油价、海空运费原物料拢起价，家庭业者表示讲，因为做这冰箱、冷气等家电的原物料塑胶，伫战争期间起约2成，而过5-6月啊，这家电可能会起3%到5%。另外，国内这塑胶落架的问题呢，经济部有协调中油提供5000吨的原料，予台塑生产这塑胶粒啊，再用俗价卖予这制造塑胶落架业者，如果会当生产12.5个，一个1斤的塑胶落架，上紧后礼拜呢，就会当得到市面的通路咯。对国内爆发塑胶落架之乱，政府相关部门是积极透过各种措施来平稳市场塑胶落架的供给。结果台北市的生活百货店业者讲，那只底下叫货状况有小可改善。耐热袋有4两、6两、半斤、1斤、2斤，厂商给他的货也只有半斤跟，所以他也只有办法给我半斤跟1斤啊。同款用到塑胶落架的业者，佮有做胖的业者，因为胖都要用塑胶落架去抵。业者讲，目前同款是请人客家己准备落架，塑胶落架虽然叫有货，但即摆价小同款是真贵。我们叫得到货，但是会有调涨，1斤可能就是贵个2到3块。为着平稳国内塑胶落架的供应，经济部已经协调中油提供5000吨的乙烯的原料予台塑，台塑则搁甲乙烯生产做塑胶粒，同款以塑胶的方式提供予国内制造塑胶落架的业者来产出塑胶塑胶落架，按照上紧后礼拜就当铺货到各市场通路。会生产12.5亿个1斤装的这个塑胶袋，这个数量是绝对足够。多家业者有不法囤货，也是被起价的行为。南北各地检署是持续查封5金行生活百货和塑胶等油的包材工厂，发现大部分的通路拢无出现全面性囤货。部分品项采取滚动式分批到货，进货的时程也比以往稍有延长，但整体而言，各个通路仍然持续供货，并没有出现全面性断货的现象。虽然讲塑胶的相关供货是渐渐稳定，不过对物价冲击是持续出现。其中家电业是包括冰箱、冷气、洗衫机和电视等等，产品的外壳和运货包材拢爱用到塑胶。业者讲，若是原料价格再有关，5月、6月家电无排都会调起。应该会调涨，那调涨的幅度的话，3到5%跑不了。尤其现在进来最近的塑胶材料调涨了差不多有10到20%。中东战争造成国内油价走高，引发连锁影响。佮包括航空业对4月开始是加收燃油的附加费，带动机票起和纸夹包装材料、农业肥料原料拢变贵。若是企业的成本起哩，未来终端产品卖价调起，影响到的嘛是消费者的钱袋啊。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有一句话讲，这是因缘教，唔是媒人教。那做你两个呢，真正有因缘吼，就算你伫咧他乡外，你人伫国外，同款是会当千里姻缘一线牵。不过，这内政部移民署提醒讲，根据法律的规定，外国婚姻介绍是袂当牵广告的哦，违规上当罚50万。最近移民署也发现讲，有民众含移工伫咧面册或者是民间社团铺文，讲要介绍这外国婚姻对象，目前有抓到10多件的违规案件。
民策社团内底民众伫问讲，想要替后生找某，后壁是有网友回复讲，要斗3工当地介绍相亲，甚至是要将专业看到这查某囡仔相片，宣传要找跨国婚姻介绍，也讲会使来趁钱，爱民众私底下了解。过去台湾街道上不是会使看到外籍女子订婚广告，近年来慢慢转到网络，严格其实看这款的广告可能违法。我是不知道是非法的，一般的广告都是你只要厂商愿意付费，你就可以刊登。移民署要广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违法的，所以他宣导，我觉得政府宣导是合理的。就惊民众相信违法的广告，移民署加强处理，发现近年来财产相关案件大部分是新住民也是移工，唔知法令想要热心来介绍，并且用民策社团也是个人民策网页刊登相关的文章上罪。不过依据列出国家移民法规定，跨国境婚姻介绍文广告，所以讲全部违法。114年共计裁罚了35案，115年截至4月10日止，共计裁罚了21案。在整个查处案件当中，依比例上来看，件数是有增加的。移民署讲违法可能面临10万到50万块罚款。另外，若是有跨国境婚姻介绍需求，要设置咨询专区，好民众使找到合法的团体协助。也有民间团体是建议，婚姻介绍广告真多，不要看下面多数是非法婚姻介绍团体。如果没有透明的服务费用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做地喊价的。因为利润很高的情况下，那他又不想要接受政府的合法的管理，因为那必须要成立非营利组织，网址啊，它都是设在海外，好，那也没有人可以抓得到。民间团体观察，非法婚姻介绍团体转到网络，和执法单位更加歹处理，建议执法的单位加强来宣传，避免民众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真侪人讲已经做爸爸妈妈，不过伊唔是后生查某囝，颠倒是有一个宠物伴。本地呢7月7日要施行的宠物用药新制度，却引起兽医师和饲主的反弹。新制度规定讲，这药品若无订立做动保用药，这药商是袂当卖予动物病院。饲主呢就要摕到这买药的证明去到药局领药啊，增加饲主的负担，甚至可能今日时阵呢会无药啊通用。下晡农业部就举行这演讲会，拍算予这动保药品免订立改做是广告制，动物病院会当甲药商或者是药局买药啊，要拿这新制度暂时无被实行。打破黑箱。受气主人甲动物团体到风险署外口抗议，就惊7月7日宠物用药新制上路，带宠物看医生爱个自闭，上诉管啊。我儿子是家人，别让家人无药可用。另一边也未少兽医师来关心，为管理流向7月7开始，药品爱订立做动保用药，药商才卖予动物病院。按过701项药品，今日订立144项，注册者医用上诉拢无伫内底。将来主人爱用买药证明到药局摕药啊，主人可能买无药啊四界走丛，兽医佫可能伫紧急时阵无药通用。兽医诊疗机构已经被放在管制药品法里面了，那为什么你们今天在这个一般的药品一定要导到药局去呢？这是不太合理的事情啊！农业部承认动保用药订立数量不如预期，改套方法就是将核准订立制改做广告制，直接广告做动保用药免订立，互动物病院亲像即马继续提药啊，未来用双轨制，兽医用透过药商买药啊，或者是开买药证明到药局提药啊。那可以省却厂商要来做登录的这一个过程。伫风险组举行上班办法来演讲会议，兽医师、医师工会拢有参加，是毋是要伫7月7日上路呢？也互参加人投票表达意见，结果是减半14%。修正方向其实是大家支持的，没错哈，都点头。好，第一点。那第二点，没有修好之前，没有改正好之前，我们这个办法不上路，这也是大家同意哈。农业部表示，无准备好新制上路会是大灾难。兽医师也反映，新制拢无实施，已经买无药啊。农业部发声，供应千万免断，即马无违法的问题，请药商安心供应药品。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去年11月才查到讲，这狗仔互人挂声大案件，顶个月伫水上查到一大非法的生炭场，现场有63只的狗仔，其中有10只的声大，改上去用挂登记啊。家庭疾病防治所表示讲，这县管的负责人甲问呢，伊拢讲伊唔知影，而且拒绝提供狗仔来源，涉嫌犯了动保法，以及甲人移送家己地检署侦办。
警察人员就挖进这间铁厝，随听到狗仔吠甲轰轰叫，嘉义县家畜疾病防治所、3月份关东警方甲政府单位来到水上乡即搭规划的生态场调查。铁厝内底4家拢是狗仔，包括茶犬、法国斗牛犬，也有正罕见的意大利獒犬，拢总63只。因为现场的饲养环境上歹，全部拢互带回安置。过程中，警察人员发现有狗仔吠无声，赶紧甲狗仔送去嘉义大学检查。家会所送来2只动物，对，那它就已经没有比较正常的这个声带组织，而在它的腹侧面的地方是形成一些斑靶组织，所以我们会认定说这2只狗它的声带是有受到一些损伤。拢总有10只狗仔疑似互人挑工，甲声带挂掉。家畜所表示，狗仔用叫声来沟通表达需求，声带互挂掉，唔来造成狗仔心理压力、卖有气管的问题。这款行为涉嫌苦毒动物，相关的负责人所问啥拢提唔知，对狗仔来源嘛交代未清。家畜所认定违法，甲人送嘉义地检署侦办。由于声带是犬只重要的器官，割声带的行为，经本所严谨的认定，已经涉及违反动保法有关刑法之规定，所以本所于3月底已经由政风主任收集相关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按照动保法的规定，除了验调以外，袂当对动物做非必要的手术。那挑工造成动物的重要器官失去功能，相当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并科200万以下罚金。家畜所表示，针对相关的负责人非法经营生态场，已经采取数十万的罚款，同时没入63只狗仔。记者林伟霆、柯家俊、傅朝阳嘉义采访报道。皮好。讲到这交通部新的考驾照制度变较困难啊，伫屏东就民众反映讲，这奥多拜驾照唔若歹考，连要报名考试的名额就抢袂到。刘伟表示讲，有接到申请，尤其是高雄、屏东地区正严重，要求交通部要增加候补名额，赶紧改善。连啊到着线，警报声随咧弹。检考官向路考的民众讲，等过1礼拜会当搁重报名重考，但问题是即马路考的名额，以屏东监理站来讲，一天只有50个，要早起8点伫线顶报名，而且1个月内名额已经满，搁无候补制度，有人取消就浪费1个名额，民众拢讲足歹抢的。因为他是说，你若是这一次没过，下礼拜可以再考，可是问题是他都满了，像我是第2次考。然后预约的时间已经排到下个月。你要提前1分钟，然后把你的资料都复制好，然后在1分钟之内全部复制贴上，然后之后才可以抢到。地方立委嘛接到乡亲陈情，以屏东县来讲，范围足大，煞只有屏东监理站和恒春分站2个考试的地点。恒春1礼拜只开放1摆，名额只有15个，专关1礼拜无到300个名额，明显不足。另外，这几年的笔试题目和路考条件变较难，重考的人增加袂少。立委徐富贵嘛希望公路单位会当搁增加逐工的名额，赶紧消化人数。要多多练习题库了哈，将我们的题库把它读熟哈，这样子会减少相关的一个笔试的一个重考的一个状况发生。那也要求我们交通部跟公路局应该要检讨放宽这个招考的一个名额，让更多的偏乡的乡亲能够方便来招考。对此，徐富贵有建议交通部，像是增加每日的考照名额，建立后补甲通知机制，涵盖设滨南区域的考照服务。屏东监理站表示，会针对报名数量的部分进行审视，若有需要，嘛会搁做进一步的调整。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嘉义有一间卖沙西米的摊啊，互这个诈骗集团冒名诈骗伫网络顶头，讲要用俗价来卖。店家最近接到上拍东的电话，讲有人已经汇款去互骗去咯。业者特别强调讲，这沙西米呢，就要趁钱食，绝对无可能伫咧网络顶头卖，互民众唔通去互骗去。咱外带保安是透明的塑胶盒，对，不是这个圆盘子，不是圆盘子啦，手提网络顶面的相片，甲实际物件来比较，不管是单内底的环境，也是产品的包装，拢甲实际状况无共款。这间伫家己是专门卖沙西米的单，最近去互诈骗集团用因的名义，伫网络顶面卖配送的沙西米。已经有300通的电话，300通的电话。会宅配啊？有寄钱的，目前是1位而已。大家都知道，他都要来现场。外县市的我不知道，
哈，电话显示，哎对。业者表示，因伫家己市已经经营20档啊，完全拢无伫网络顶面来卖过物件，是最近一直有人打电话来向因确认，才知影网络顶面有人用因的名来卖啥物。伊嘛透过朋友伫网络来发文，澄清无这件代志。我们一律就是都现场购买这样子，都没有再宅配，也没有外送，都没有。网络迄款我较无咧甲看，无咧甲使用啦。哦。因为你拢来现场买啦。现场买较看会到哦。无用处理实在，互人客会当买到新鲜的沙西米。业者表示，因的三文鱼一斤要1000块，网络顶面才卖346块，就是要用正俗的价格来骗唔知影的人。警方表示，目前无接到民众报案，不过这种网络诈骗的手法真多，建议民众会当先向店家打电话确认，若是烦恼拄到诈骗，嘛会当向105专线通报，互警方来提供协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因为一出电影的争议引起众人开始关注林家血案，社群平台也有真侪人分享对台湾历史的反思。教育部也顺这个趋势推出补课业培专区，提供予民众一个管道来熟悉台湾史。也出版社表示讲，和台湾史相关的册最近销量也变加真好。日本大导演北野武所说的一段话：大灾难不是死了2万人这件事情发生了1次。而是死了1个人这件事情发生了2万次。港姐因为一出电影争议开始关注林家血案，伫社群分享对台湾历史的反思，嘛带动一阵补课的风潮。教育部嘛顺势推出补课部的专区，让大家有管道找出甲认识台湾的历史。最终他觉得那个攻势太强烈了，所以他回到他的总编辑室关起门，他做了自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上新的一集是替观众补地南用的课，教育部嘛讲，因专区的补课影片是透过挖进生活的方式，让民众补台湾史。伫个理解咧当中吼，咱学习到互相的包容吼，咱更较珍惜咱台湾民主发展的成果所以咱这补课的每个专区吼，我们是若是一个学习的平台，我嘛希望讲会使成为咱民众会熟悉咱台湾历史的重要的路口。另外，补课风潮毋若伫网络滚价尔，出版社讲，即阵风潮嘛带动愈侪民众买台湾史的册。突然间知觉到讲，原来咱过去对家己的历史、对家己的文化拢无啥了解，所以伫咱最近这个册市嘛，引起这台湾历史的册大卖。出版社嘛希望即阵补课的风潮会当愈拖愈大，毋望更较侪台湾人会当重新好好认识咱的台湾史。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为了鼓励甲栽培文学写作人才，教育部主办的台语甲台湾客语文学奖今年是第10届咯，今日举行颁奖典礼。教育部也讲，这届是有史以来投稿量上侪一届，台语隆重选出27件得奖作品。有评审表示讲，这几年呢，这少年家的投稿量有变较侪，也豆豆对单纯的情感书写到加入这知识内容，技巧也愈多元，会当看到这写作的进步发展。伊是以前的生活，无法度去学校，伊伫客厅做手工，伊伫灶骹无用试试。作者用台语的文本啊、伊有 A O 而分段来写对阿嬷的感情，这是今年台湾台语甲台湾客语文学奖的作品之一。得奖者讲，当初会开始写台语文，是当作练台语的方式，通甲阿公阿嬷加开讲讲话。当摕到文学奖，嘛，可以受到真大的鼓励。伊就敢若我的母亲共款，我就想讲用文物这个主题来，甲我对阿嬷的印象，甲伊写入去这首诗内底。嘛有得奖者伊甲向台南北门掠麻仔的在地产业做写作题材，除了写出来人的互动，嘛透过文字记录掠麻仔的技术。论真讲，掠麻仔足辛苦。着趁大北风暴，天乌寒。除了介绍讲台湾的掠麻仔的技术以外，更加是要更加是希望讲会当利用这个作品，甲我甲阮阿爸之间的互动，啊，佮有这个过程，甲伊甲伊保留落来安尼。教育部主办的台湾台语甲台湾客语文学奖已经第10届，这届拢总有691件作品投稿，有现代诗、散文甲图片小说3类，台语拢总有27件得奖作品。有评审表示，这几年少年家投稿加较侪，嘛豆豆对单纯书写情感，佮加入知识的内容，技巧也愈多元，通看到台语文写作的进步发展。
有人甲迄种掠鱼的啦，吼，饲粉鸟的啦，吼，也是有足侪无共面向的知识，拢藏伫内底。我想，迄对读者来讲，读的人来讲，伊毋若是会当感受到迄个情感，伊可会当去学到哦，原来这个代志是安尼哦，以前拢唔知。除了福建台语文学奖，嘛是鼓励写作人才真重要的方式。教育部表示，为着文学奖的作品，未来嘛会正做 AI 资料库的一部分，希望透过台湾的主体文学来进一步开发咱的主权 AI。记者刘尚如、丁秀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伊两国宣布停火2礼拜，不过双方即马却是一人讲一款话。伊朗的现任的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提到透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调会互这侵略者付出代价，也讲要互这荷姆兹海峡的管理进入到新的阶段。咱来讲到这美伊的和平谈判要伫咧巴基斯坦举行，不过以色列是继续攻击黎巴嫩，加上伊朗坚持讲，这停火的范围呢，就要包含着真主党或这场的谈判充满变数。伊朗新任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伫社交透过国营媒体声明，强调伊朗要互侵略者付出代价，佮为了被甲牺牲的历史复仇，画下伊朗袂放弃权力，爱酷刑邻国选择的立场，唔通互美国甲以色列被插回骗去。ما طالب جنگ نبوده و نیستیم ولی به هیچ وجه از حقوق حقی خود دست نمی‌کشیم و در این جهت همه جبهه مقاومت را به طور یکپارچه در نظر داریم. 声明指出，要将荷姆兹海峡管理提悬到新阶段。外界解读这是伊朗宣示对荷姆兹主权，强行继续封锁，或者是加强控制这条全球能源命脉。促成美伊两国停火关键国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发文宣告要主持和平谈判，这个介入调停，主要是为避免遭到西边邻国战火影响，引爆境内分裂势力的动乱，同时解决荷姆兹封锁造成的能源通破难题。 The Pakistanis are allies of the Americans, the Saudis, the Turks, and the Chinese. So I think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work with Pakistan. 专家分析，因为美伊对协议内容意愿无共款的意见，金海断定是毋是达成实际共识？巴基斯坦是毋是照调停来提悬区域地位，也充满变数。 美伊和平谈判按算伫10月伫伊斯兰马巴德开始，当地会反会初稿开始已经全面升级。另外，伊朗全国对前任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过身的40天哀悼期伫初稿期满，在现在内各大都市举办纪念仪式，真侪民众行到街路，让伊朗的国旗、也哈米尼甲穆吉塔巴的相片，伫谈判进程对外显示对精神领袖的支持。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来看日本的三里关富士吉电池的新仓山千间公园樱花节，以富士山固定塔含樱花这美景呢，是讲世界有名。不过观光客伤过济啊，当地政府伫2月就宣布讲，这樱花节今年无要办。不过外籍游客同款无咧插广告，时间一个到就来到现场，造成民众困扰。 为山脚看起嚟，富士山山头的白色映着粉红色的花，景致真水，让游客一直停落来翕相。这游客混乱的人潮，佮加上车辆，互山脚的交通拍夹。Also going up, you have a beautiful view the entire time. Yeah, a pathway where you have all of this cherry blossom that is incredible. Yeah. 日本三里关新松山千间公园樱花节以富士山、五顶塔甲樱花小夹的美景，透过社群平台闻名全球。一到樱花季节，逐工去遐行搭的外籍游客人数超过1万人，造成小镇交通特别袂堪一，人口，威胁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不少外籍游客本色黑白片，佫会甲居民照变数，佫较过分的，佫有直接伫人家厝外口黑白放屎尿，种乱象，互居民真困扰。 受到观光公害影响，新松山千间公园历史的富士吉电池市府今年2月宣布停办樱花节，不过外来游客游玩一直迁入来，互居民感觉真苦。これから朝早くじゃなきゃ買い物に行けない。だから1週間分ぐらい俺いっぺん買ってきて置いとかないと。 只是这种过度旅游的现象，嘛，互居民的意见出现分歧。部分居民希望维持原本的平静生活，另外一部分人是趁机会利用家己的门口埕经营收费停车场，搭临时的搭来卖商品或者是食品。观光人潮，互过去稀微的商业街重新兴起来。
虽望大部分的居民希望伫观光生活间掠到平衡，不过外籍游客素质真好控制。这种旅游污染的问题，唔但是富庶极端市，就连京都市、镰仓市拢有相像的问题。虽望日本政府应允会解决过度旅游的问题，不过目前效果无好，佮期望伫2030年将入境游客人数为目标的4000万人次提悬到6000万人次。公司新闻单是董编译。行动支付愈利便，咱身躯顶的现金就早愈少，也影响到家友受人帮助金额。伫法国呢，有人替家友开发会当欠钱的支付卡，民众用手机扫因个人的条码，就会当捐钱予伊。若捐的钱会当抵税，甚至确保讲捐出去的钱，敢若限定用伫咧买生活用品，袂当摕去买烟、买毒品。志刚炸物资伫咧法国里尔的街路，为家友送小咖啡，互因温暖。而且分这张免费的假金卡片，互因以后只要用手机扫家友个人的条码，就会当拍开捐钱的页面，填写信用卡等等的资讯，就会当捐2块到100块欧元，而且马上入效，捐钱阁会当拄税金，互街头弱势族群真大的帮助。C'est une solution qui va surprendre, je pense, et ce sera la manche de demain, comme on dit malheureusement. Tout à fait, c'est largement mieux pour nous et on pourra plus s'en sortir à se nourrir que galérer comme on galère là maintenant en fait. 假金卡内面的捐现金有4位数的暗码保护，敢若用买食米也是日常用品，也是寒人临时带旅社等等基本的生活需求，无法度摕去买酒也是食毒。互捐献的人真放心，嘛互家友搁较有机会得到帮助。年岁较侪人对手机扫码付钱无熟，但是少年人接受度真高。Surtout qu'on a toujours notre téléphone sur nous, donc c'est pratique alors qu'on n'a plus tellement de monnaie. Puis le fait que ce soit contrôlé, qu'ils puissent pas acheter n'importe quoi, genre de l'alcool ou des produits nocifs, je trouve ça vraiment bien. Pour la première nécessité, c'est important et contre la précarité, c'est très bien. Premièrement, 2 tiers des citoyens n'ont plus de monnaie sur eux. Et ensuite, 70% des donateurs ont un manque de confiance sur leurs dons. Donc l'enjeu de Soli, c'est redonner le moyen technique aux citoyens de redonner aux personnes qui sont en difficulté. 这项计划由22岁青年德奎特发起，甲慈善团体微笑士兵合作推测，里尔是头一站，按算6个月内伫全国12个城市发出第一批1000张的卡片，效果若好，阁会当扩展做全国性的方案，为慈善救助拍开数位时代新方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英国伦敦，常常会当看到阿虎这款鸟仔吊伫咧厝尾顶。这伦敦的巴迪西发电站就一只16岁母阿虎，最近住伫遐已经14年啊。最近呢，含一只较幼气的公阿虎当咧行，做伙故事。发出叫声，吊伫咧庄稼建筑顶面的阿虎，是故意下咧就飞出去啊！这是英国伦敦有名地标巴迪西发电站，因为建筑真悬真佳特色，敢若亲像悬崖同款。也正做英国上受保护的猛禽之一，阿虎重要栖息地。今年3月，一只住伫遮10多年的16岁母的阿虎，有新的男朋友，减24岁。Last month, in the middle of the month, suddenly this new male bird arrived. And we know that he's come from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He was born in 2024, so he's only 2 years old, and he was a long-staying juvenile at Parliament. 巴迪西发电站社区甲英属发电主管班汉姆讲，这只16岁母的阿虎，对2岁就开始伫遮做收生囝咯。是发电站内底上侪岁的居民，伊甲进前的伴侣伫其中一座白色的烟筒内底做收了后，就住伫遮到即阵。对一般平均寿命大约10年到15年的阿虎来讲，算真长寿啊。自从伊进前的伴侣消失了后，大家就烦恼讲伊有其他的阿虎来攻击，甲收抢走。因过新来的伴侣，逐摆拢保护这只母的阿虎。斗阵守护因为伫咧伦敦黄金地段收。Our resident female was coming back with some prey, a feral pigeon I think it was, and then got attacked by a new female falcon who wanted her prey, which she dropped on top of Ramesses and the Pharaoh's gold, got back to her nest. New Parliament male came out, chased the challenger female away.
班克姆讲，阿虎是地球上速度上紧的鸟禽之一。伊若是要拍拉时，冲的速度会达到时速240公里，相当386公里。英国袂少有名景点，亲像伦敦泰迪当代美术馆、巴迪斯发电站、加国会大楼，拢有阿虎伫遐做秀。巴迪斯发电站上早是对阿虎是2000年伫发电站遐做秀的，比头一批人类的住民住伫遮也早17年。广视新闻，陈思东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1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阳金妈妈祖对18度到28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